这天快黑了，我们抓紧点时间啊！哎，这里面有什么啊？这石头看着好像某种动物啊，对吧？招财，哎，这又是什么？哎，我的妈呀！招财，你干嘛？快回来！你要不再看看呢？无意冒犯，无意冒……哎，真的，这好像是寻宝盒哎！啊！哎，听说这还能当我们找的宝藏呢，走，我们去试试。走吧。走。你是不是累了呀？那你就在这吃猫粮吧。这安心粮你就先吃着，我们去找宝藏喽。这是哪儿啊？天都要黑了。哎呀，快了，就在这边了，马上到了。哎，狗头金，你看我说能找到吧？哦，哎，这哪儿啊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来。谁啊？哎，妈呀！我不怕你。哎，招财，招财，你来救我们呀！